甜点这个红豆，有那么多的这些不是红豆，不是。包括到老人都这样子。这样，那不过刚刚也有提供的讯息，就是全脸色明显农药嘛。那相对它如果是开放这样，它对体内有保护，相对我们可以去吃嘛。它有大量从大量的产生制造到最后的行销，大量的行销，它是全省行销，对我们也是一个福音。相对它价格可能不会那么高。那如果相对种的人少，他卖的东西就比较多，因为行销的后又没那么大。可能相对的价钱就会拉很高，就像刚刚后学有听到后面说，我没有看过那个金针菇哦，为什么那个很鲜艳的金针菇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产销还有包括供应链之间，大家真的需要。很多人觉得说我吃了下去就好了，可是后面刚好感受到说，这一堂课大家应该都有震撼到，也很多收获，因为刚刚从那2杯左右2杯娃娃不一样，就开始思考，这一杯很好吃，那这一杯看起来不太一样，就有一点在那边犹豫要不要吃那代表呢，大家有这样的基本概念，或许，其实我们在提醒或许，未来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产跟销，或许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那我们就持续的当然，其实未来或许我们可以做更大的结合，因为我们无讲师这边已经有资了那我们可以发想有很多的发想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边去？之前2姐跟无讲师建议都可以学，当然是可以但是不可以长期做观光。你知道有机进到怎样呢？有机的田地你的脚从外面的马路的田地走进来，然后走到那个有机田里面。如果我们是一次性的不是像比如说每周1次那一种，你每周1次你可能它不准因为你会从外面的田地搬来的你搬来到那些土壤，那些土壤可能都是喷药的就一般农作喷药的，它就怕你的脚上染的那些土壤，然后踩进来，它的土壤污染到那个土壤，你看严不严格？真的很严格。所以包括说最近有一些新闻都会说那些有机产品那个农药怎样超标，有没有？刚才也卖农药其实那些农药超标怎么来？刚刚我们讲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有时候空气怎么样？隔壁飘过来，刚刚我们交通员就跟云姐，我们就思考说，奇怪，那槟榔树那么高怎么喷？然后云姐就是有可能用直升机，然后突然就看见阿根廷有没有？他喷那个农田要用什么喷？用直升机在飞机这样喷的。飞机，你看它空中这样子飞这样子，我们想象都很可怕你看那小朋友。表面看起来是8个月，结果牵起来怎么背真的很难想象。台湾如果未来走向这样，我们素质是已经跟一般的人追求第一个是慈悲了嘛？我们是慈悲为怀，我们不用去放生动物，我们天天在放生，我们的嘴巴天天在放生的。但是呢，我们还要思考，我们素质之后还要跟这一个土地环境要永续，要生态要能平衡。所以你看小鸟也要吃，还有你看种高山的高丽菜，种那高丽菜刚刚说整个如果土质大雨冲刷下来，高丽菜也没了，不用等。那些土壤那些还是有分药的，流到水库。各位请问谁喝？水库都盖在高山上了没有盖在平原上了那都谁喝？所以你看整个生物链只要我们愿意，一个人愿意我们去力行，我们只要那个口欲不要很强，口欲不要很强什么？我整天一直想着吃，那你觉得很多东西你会觉得那个好贵，那个好贵我都要买不起。只要我们人在这个嘴巴革命跟思考跟我们的心在修行，它是一体的它绝对是不分开的。各位不要想说吃东西跟修行没关系，这个就是一个欲望，自己我们就知道让人的欲望，我想要的东西很低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收益更多的需求，众生的需求，那些只是人的需求，还有一些生态动物类，他们也要生存就是各自大家平衡的需求。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透过我们跟食物相遇之后，然后相遇之后呢，要怎样？要开始去辨别我们真的是需要还是想要？这差很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买，以后要买，我们就多注意一下。其实最基本的，我们有时候吃东西，刚刚讲过的说，拿起来塑形就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有基因改造，有胭脂红，有奇异冰，其实有很多不只是胭脂红，包括奇异冰还有包括很多你想得到的明胶啦，还有什么一大堆的胶啊，你不要看它那个胶，你不认识的，或者其实也很不聪明，或者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就看说明，那个什么 A B C 甲乙丁什么一什么，我看不懂我就不要买了，我们就买我们看得懂的，比如说它很天然，它就是写这个大豆就是写非基因改造，它是最基本的，非基因改造它的价钱跟基因改造价钱其实照理讲是没有什么差，不过现在是商人炒作好像又把它怎样往上推抬，但是它又低于有机。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使用有机是最好。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我们还是去辨别一下，包括添加剂。添加剂你就可以去想象，我很爱吃某样食品，记住食品，当那些食品是你真正需要还是你不想要，这个是不一样的我需要，我必须吃这个维持我的生命运作，维持我的健康运作。我只是想要，我好想喝珍珠奶茶。那你有看那个实验说不要有果汁添加剂而已珍珠奶茶添加剂清新之前也被抓出来了没有？所以那个候选人说，我同学以前很爱喝清新，现在清新越灌越少了。我说马上还想喝嘛，喝它是用那个粉用粉调剂的，那你会发现都很好吃，很好喝。那这就是必须，是真的我们自己有需要跟自己想要这部分，我们要做一个思考。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一旦已经走到这修行路，我们对这生态环境我们有一份责任。各位不是只有自己，我们有一份责任。那这责任是什么？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自己，可以去捍卫这个地球、这个生态，甚至这个生命的基本功。那我们今天一样再一次掌声我们的讲师，非常感恩他。我们可能未来会成立一个群组那个群组里面呢，就会希望不但是提供我们比较多元的，不只是金针花，不只是那个东西。可能如果觉得大家那群组不错，那我们可能会开放一个爱想类似的群组，然后让大家可以提问也好了然后一些讯息可以抛上去。哪边刚刚讲那个什么老鹰黄豆友善老鹰黄豆那个获取那个一些讯息后续的，那我们就可以再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吴讲师这边来做一个提议，可以吗？可以大家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刚12点整，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课程不错可以大家多下次多复习一点那如果觉得我们需要改善的，也要不吝指教，待会来跟同学讲，或者我们未来课程上可以做一个改进谢谢大家。谢谢。那第三个那用指令。田道公，坤道公，104年，明慧国语班8月份下午交会30公里，田道公，展公，感谢蒋师兄，感谢蒋师慈悲公。坤道公，
3公，3公，感谢讲师杯公，感谢讲师杯公。剪刀公，3公，3公，中下4公，坤道公，3公，3公，中下4公，好，各位同学，午安。